那要呼吁政府捐发1万块现金给民众，财政部国科署是强调讲，会依照行政院的指示来办理。也毋过伫特别条例中是写着讲，伫10月底之前就爱执行哦。国科署长是表示讲，时间上逼咯，恐惊是做袂到。国民党是批评讲，已经依照过去的经验，有互行政院办理的时间。民进党嘛表示讲，目前是阁有敢爱机制的疑虑，嘛爱来思考立法的程序敢有违背宪法。因应对顶关税冲击，立法院7月3号通过强化经济韧性特别条例，其中2350亿用伫普发现金1万。条例内容也明定，应该伫今年10月31日进前来发放。不过财政部国科署承认，到目前为止拢无明确内容甲后续规划，恐惊无法度照时间来还。对于执行完毕的这件事情大家看法就不同。单单行政作业时间大概就要1到3个月，那结束了以后，民众还有领取的时间呢，通常都会给6个月到7个月的时间呢，努力在处理当中啦。2023年普发6000，迄时阵又后特别条例2月1日3号通过，总统公布生效了后5个工作日开始陆续入票户，除了各种领方式，上紧透过线顶登记，4月初6就用领，期限到同年的10月底，有6个月期限。在野党认为，迄时阵建立相关的系统，这摆就应该比较办理。已经留给行政院来做这个行政作业的时间，财政部长不会做，主计总长不会做，那就干脆换人来做。哪里说发一个这个现金还要半年的时间？请问你的薪水需不需要半年再发给你呢？如果是立法院片面的来增加政府预算支出，也就是立法院来决定普发现金，这绝对违宪。但如果是行政权透过更全面的审视，在财政的筹措、财源的分配、整个发放的合理性各项达到一个综合的规划，那么由行政权来决定普发现金，这就符合宪法。民进党团表示，面对洪灾的灾后特别条例等重大指出，普发现金除了附也侪记录，立法阁针对违宪记录的部分，考题的认为立法权不应该干涉行政权，希望行政主动出击，让普发现金合法合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